快点。长安，长安，长安，你醒了。我怎么了？你刚刚几乎要没电了，正好是通知爸爸妈妈了，说是阿姨在来的路上，弟妹把你的书包带过来了。嗯，你还记得发生什么事了吗？ 我只记得，我是从指尖开始没感觉的，接着实验的阿莫尼亚水突然不臭了，你们的脸也变得很模糊，声音也听不清。不行，我要去救002。你救他？你别忘了，是他害叔叔阿姨出的车祸，还有爸爸抛弃我和妈妈。 思玉，我知道你恨002，但他跟我不一样。我还有你们，有我爸妈，但他就我一个兄弟。那你要怎么救他？他现在 A 管理局里面，就算我们进去了，也没有办法救出来。我们先出去，之后再想办法。长安。 既然你把他当兄弟，那我也把他当兄弟，走，一起救他。